大家好，大家搞早，伫美国的朋友嘛搞早。美国即马是搞早还是恭暗暗喜暗时啊，的时间？嘿，啊，暗暗。好大家好，我是凯旭。今仔日的主题咧是有关台语囡仔国的主题。我是囡仔国即摆算是迄个小编啦吼，就是咱伫经营媒种业 Facebook、Instagram，还有 X，就是较早 Twitter，还有即摆迄个 Threads，伫遐顶悬有放上一寡阮囡仔国的消息，以及咧有一寡即个活动的海报嘛，拢是我负责咧做。阮囡仔个是为2022年的成立吧，2022年迄阵当成立是由陈金华老师伊伫新台文系有开一门课，叫做台语绘本欣赏甲创作。即门课伊毋若是互学生去知影讲台语绘本，伊嘛会邀请一寡业师，甲学生分享讲广告的技巧，你的声音声音的表情大细声，甲囡仔的互动等等，才会有路的物件。毋但安尼，阁有互囡仔家己创作绘本，阁会有即个囡仔个的场地，因为正经是有一般民众会入来新台大树骹来听囡仔讲，所以就互学生有一个实习的机会。因爱通过迄个实习，就是甲因创作的绘本，也是因经另外一本绘本，用台语表达出来。所以即个训练，我感觉即门课开了是真好势，互迄个就是遐个学生会当开喙练台语。嘛会当互遐学生实际去用台语文来做家己的绘本。2022年开始到今已经2026年过3、4冬所以囡仔国即摆的发展愈来愈快，因为阮头起先是伫即个大树骹，即摆阁有发展到咱台南市的无共款的亲子馆是图书馆安尼，拢是感谢咱的迄个所有的讲师到支援到応援，大家讲师嘛拢是做认真做用心咧准备逐摆的活动。今仔日个活动是由2位讲师，头一位是迄个王庆之，大家当伫画面顶悬看到，第二位是余婉贤。2位老师拢做优秀的，今仔日的咱先请庆之来甲大家分享伊的故事。简单的我来分享我的感报。好。请问大家安尼敢有看？有。好，就是安尼我就开始哦。大家好，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伫线顶会使交流。来，今日我要讲的主题是对大树骹囡仔国出发台语广告的陪伴甲实践，就是我实际上伫第一线的感受阁有分享。我叫王庆之，大家拢叫我红记记。下面是我目前咧做的工课，目前有伫台南市立的国中小咧做台语老师，嘛伫大树骹图书馆，也是教会广播社咧做囡仔国的讲师。下面我先简单小解我的台语路的过程。伫我7岁进前，阮老爸母对囡仔拢是讲中文。毋过我迄个生活环境是有台语嘛有中语中文。伫我学生时代，佮我出社会了后，拢是讲中文较济。一直到我做老母的时阵，我2018年我才开始阮规家伙才开始全台语的生活。嘛是迄当时伫囡仔上幼稚园了后，我就加入囡仔的共学团来推广母语。我是安那进入广告这道的咧，爱对遮讲起。头起先，这个是阮囝，是为着要和阮囝进行共读。我享受和伊做共读的时光，我嘛真享受。囡仔透过我的声音，透过我的表情，各种方式的，伊感受着迄个故事的精彩。我嘛做享受和囡仔是用耍的方式来看绘本。下面我要分享一段影片，请大家先看者。若无啥，甲我讲。伊是鲨鱼还是企鹅？企鹅。好，搁看卖。看清楚啊吗？当地的竞争，像，是凯罗，是弟弟，是凯罗。
伊安怎？弟弟就是凯罗，伊为什么安尼？规身躯拢安怎？阿木头，太热热了哦。阿保姆应该叫。啊，伊咧家叫时，厝里一定个应该太热热了啊。保姆去该咚咚咚。两个小叫哦。为什么？啊，要家掠去创啊？太辛苦。伊你就莫拗安尼啊，拍起伊就唔紧去，爱噜噜噜，遐内底买爱噜，平常内底买爱噜。甲回奶奶甲被甲衫伊身躯也无切切。甲身躯切咧，佮甲保姆换凯罗甲保姆安那？切切切的，切切的，啊来咧？哇哈！伊安怎？小舒服，字佮吐出来吗？回奶奶甲衫奶奶甲回好爽。可是奶奶甲凯罗奶奶。凯罗呢？伫恁院。好，伫影片内面啊，其实大家会使看到，我伫过去，其实迄当时囡仔拄1岁外啊，我迄当时其实还袂认真，还袂学过台语。过去伫我教囡仔台语，佮有教我上课，我有进修进前，其实我拢无上过台语，拢是靠我的爸母，我的爸母佮有我厝里的四大人的因带，迄当时我靠我的记忆安尼咧讲的，所以其实我的影片内底有足侪，比如讲咱将是互相咧提醒的台语，无妈无爸会错误，也是我有足侪语词，其实迄当时也袂晓，嘛毋知影要去倒查，查嘛毋知影敢查了正确，所以迄当时其实是一个足初步的开始安尼尔。是后手，佮有机会上着新台台文系金华老师的课程，才有机会开始学习台文，加强我的台文能力，互我广告词会使用语用词拢会使较真准确的。有台文的基础，佮后来佮参加几啊届的广告的培训，才有机会伫新台大树骹佮图书馆咧广告。伫阮兜的观察，我是认为囡仔毋是先学会晓语言，伊是透过伊生活中大量的输入，所以会当自然的反应。大家敢爱听故事？我认为啊，毋若囡仔爱听故事，其实啊，大人嘛足爱听，无咱袂录迄个追剧安尼啦，对所以讲故事，毋过大家爱注意啦，讲故事即部分啊，上重要的其实啊，是要传达绘本互听众理解，并毋是咧上课哦。所以这是一段咧和听众交流的时间。这是我列出来几个较大项的迄个母语的角色。其中我认为伫广告的场合，母语上较重要的角色，就是诚做沟通的工具哦。伊是一个媒材，媒介。另外，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伫圣经内底嘛有讲着，我实在讲互恁，我实在甲恁讲，恁若无活倒转来诚做亲像细汉囡仔的，决断袂入天国。马太福音18章第3节，所以内底是咧甲我提醒讲，我毋管是咧做啥物代志，尤其我咧看绘本，我对象是囡仔，所以我的心应该爱含囡仔大金，所以这提醒我爱回转像囡仔，学习用囡仔的心去看绘本，感受绘本，诚做故事的介绍人。你爱对故事有感觉，你才会当讲出感觉的故事，听的人嘛才会当有感动。刷落来，因为我是用台语咧讲故事咱爱先抓转来，咱的媒介是用台语，所以咱爱先想看觅囡仔是安怎咧学习台语的。毋若是囡仔，其实大人嘛是安尼，尤其囡仔的部分，伊是会透过五感来进入母语世界情景啦、表情啦、声音大细声啦，还是我迄个面啊，因会透过咱安尼佮有耍来耍去来模仿。其实咱大人就是共款，嘛是进入迄个环境内底，对生活中去听讲、读写各方面的模仿佮学习累积。毋过我讲故事的对象因为是囡仔，所以咱我感觉内底更较重要的就是耍，因为囡仔就是爱对耍内底去学习。所以自我开始讲故事到呾，耍一直是我做重视的环节咯。
刷落来就是我要分享我伫无共场所和囡仔讲故、和囡仔耍的经验，抑佫有我伫现场的观察。第一个故事现场就是咱新台台语囡仔故。来到新台大树骹听故的囡仔，佫有家庭啊，其实是对母语是相对有意识的，介有意识的。多数的家庭来到遮啊，逐个使用的语言就是台语，所以囡仔自然嘛是安尼。伫即个场所，囡仔佫有亲子之间无需要佫翻译，吼中文甲台语啦。你袂听人伫遐细声讲哦，即句啥物意思安尼？啊，阮就会做伙用台语来耍，做伙分享趣味的绘本故事。啊，其实做一个推广台语的广告者，我感觉即个所在是一个充满愿望佮自在的空间，因为你会使看到伫共一片土地的父母，逐个同齐为着要传传母语的用心。啊，佫有看见有家庭支持，互细汉囡仔会使遐尼自在自然的使用台语，以及咱现场因为有迄个绘本修金华老师课的大学生，因台语虽然无遐练得，毋过因真愿意学习。啊，佫有现场的老师、家长、囡仔，其实拢互相陪伴、互相交流，所以这是一个足好的循环。伫遮毋是看啥较甲我讲，伫遮是大家为母语用心的展现。来，下面遮是阮伫大树骹广告的影片，毋影片相片。啊，咱的因为每一个逐摆我若咧带活动，其实耍拢是介重要一个环节啦，对，一定爱耍吼，耍互囡仔心会开，会自在，啊，逐个要听故事，才会进入安尼。好，刷落来要讲第二个故事现场，第二个故事现场是北岭国小的，阮今年去带一个台语演剧队。即间北岭国小就是大家拢知影，2025年迄个9月，伊转型做全台湾第一间以台语为核心教育的实验小学。伫今年初，我和我的同伴做伙去带营队，会记得啊，我和阮朋友做伙去到遐个时阵，哇，听着囡仔拢是讲台语，真正有够感动呢。哦，这敢毋是咱所愿望、咱所拍拼的情景，对无？咱希望囡仔自在讲台语，大家拢毋免。哪像我感觉你讲的是足奇怪的语言安尼，所以阮真正是充满感动的心。啊，伫遐短短5天的遐对，其实阮感受会到学校的用心。多数的囡仔伫和外口的国小阶段的囡仔比起来，迄程度是足流利的。虽然毋过虽然浸伫一定全台语的环境哦，毋过我其实嘛是伫内底佫有看到华语的强势的部分。因为袂少囡仔伫后来咧耍的过程中，无细语嘛是会佫转转去华语。当然嘛毋是讲华语无好，只是讲因为咱徛伫推广台语的立场，咱希望即个台语会使互因足自在，袂想讲讲袂过就佫转转去华语安尼。下面语言毋是课程中的学习，伊更加是生活环境的经营。这是阮伫台语演剧队活动。哎呦，歹势，上大声，佫一届。2、3。好来，后面开哦，起过，好来开始。你叫啥物？即个环节是阮咧互相，阮拄开始熟悉的时阵，我们互相。虽然学校做细间，大家拢相熟悉，毋过阮想要用一个游戏去身份的交换，互因佫甲是做伙参与的对象有像安尼，所以真心实。然后第3个故事现场是伫台南东门北起的纪念教会，阮今年嘛是有带一个白话字营队。今年迄个寒，阮伫遮嘛有带营队。即场营队主要是希望囡仔会使看有白话字，所以营队的目标是希望上尾结束的时阵，囡仔会当读有白话字的圣经经节。伫活动的2天内底，营造母语的环境，上起初有一寡囡仔其实听无啥有，也是袂啥晓讲，也是会听有会晓讲，毋过看无白话字的。毋过伫2天内底用耍的。囡仔真紧的，迄袂晓讲诶，就真紧的会晓一寡简单的生活用语，对所以其实有即个环境咧营造，囡仔其实受到迄个环境影响，足紧就会使对着。上尾每一个囡仔拢有顺利来完成挑战囡仔其实比咱想象的佫较有能力哦。来下面讲，
这是阮过程中的翕相，系阮的先搁发表的部分，大家拢是看白话字的部分来念即个经赞。刷落来是第四个故事现场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德公教会，佮有图书馆、台湾教会广播社。我伫即两个部分家咧做伙。即四个故事场所啊，即第四个故事场所是家合做伙，原因是因为两个性质足接近的。我受邀请去德公教会咧进行台语故事的活动。伫现场我有看到是真侪家庭其实是听无台语的，因兜爸母嘛是无啥咧讲，所以有足侪囡仔是讲话华语中间，可能是掺一两句台语语词尔，伊无法度用完整的语句来讲安尼。甚至佮有迄种家长是家长会晓，毋过伊爱伫边仔做翻译。这就含我伫图书馆看到的是差不多的。就算因为我的感想是，就算讲伫长老教会，咱过去是讲白话字的，是讲台语的，毋过伫将是迄个少年一代的，无法度顺利传承咱的台语。所以伫遮个场合咧讲故事，我其实爱加有备足济是，你安怎用台语去解说台语，互囡仔会使尽量吸收。甚至就是其实过程中希望嘛是家长莫做翻译的动作，因为咱就是会使想办法，互即个台语会使解说万米啊。所以较英语共款啊，咱查书店你会使，咱就是甲台语当作是咱一个上基础的语言，用即个去理解各项代志。所以其实咱伫现场的时阵，我会使搁较看这个搁定看到的是家长对囡仔咧学习。常常伫故事结束的时阵，也是过程中，伊就会讲原来迄个物件是安尼讲。比如讲四卡，因已经袂记四卡，若讲我想讲四卡这遮尔事上的物件，嘛是袂记。道顶咱生活中诚事上的一寡生物、动物名词，也是一寡动作，因其实一定拢袂记啊。所以毋过伫过程中，其实家长拢是做，拢是有一种对，我细汉捌听过是大人安尼讲过。我若听着，我感觉好佳哉，佫有救诶！伊过去有听过，暂时佫听一个，加深伊即个印象安尼。所以我感觉我伫即两个场所当着诶，家长其实拢是愿意陪囡仔学习诶。毋过较可惜诶是，即两个伫即两个所在看到诶囡仔，佮家庭来讲，台语对幼稚来讲，伊就是第二语言啦少年辈爸母多数是袂啥晓讲啦。虽讲因是袂好啥甲我讲，毋过因对台语的态度是介正面的。这是阮活动的相片。底下是阿姨阿龙，阿姨的是啥物？伫过程中，其实咱会使看头拄只鸡仔鸡，迄是阮囝咯。伊会使做一个引带大家去联想，来用伊的理解去甲伊身躯边的囡仔去做影响的一个角色安尼。所以我感觉诚心是透过阮囝伊伫现场，因为伊含其他囡仔嘛是拢算做伙，虽讲大家无啥甲我讲台语，毋过嘛是会用算者。所以囡仔呢加做伙了，台语念伊就一下就甲吸收入去啊。所以真侪囡仔就是每一届见面的时阵，伊佫会讲记老师，我佫会记顶一摆你讲的迄个啥物我就感觉哇，足感动。也是爸母会甲我讲，有转去了后，因佫复习一届我讲的迄个绘本，因去照安尼逐工就安尼读安尼。所以对因来讲，台语就一点仔进入因的生活。下面即个是我伫图书馆，也佫有教会广播社咧讲故事的画面。其实你常常看我讲故事是迄种翕落来的部分，拢是咧算的部分。这个部分真正是介重要啦。囡仔足介意算，我嘛足介意含因算的。上尾我嘛是拢会佫带一个手工含因做互动，佫互伊佫加深对即个绘本的理解第五个故事现场，即个是校园国中小。因为我伫故事现场看到足侪囡仔，其实佫还袂晓台语，也是
对台语的态度是保持一个，嘛毋是负面，就是较冷淡安尼。啊，佮加上我佮问过身躯边读国中小的囡仔，因伫学校到底是拢安怎学台语的？因我得到的答案其实拢互我开始思考。真做一个无推捒无语的人，我到底是会使安怎做？会使佮做啥物？为因做啥物？也是我做啥物会使影响佮较侪人，互因好好啊重视母语咧。我可能无法度改变所有的家庭语言环境，不过我会使伫囡仔成长的过程中，真做一个其中一个陪伴伊接触母语的大人安尼。啊，若是透过趣味的故事、趣味的活动互动，会使互囡仔介意台语。安尼我若行入去校园，敢会使个陪伴着更加侪囡仔，互因更加和母语有一个更加好的经验安尼。所以我伫国中小我看到的是即三个部分，伫家庭的部分，母语环境的欠缺，有真侪是新住民，有真侪是英语比中文比台语更较好，因兜的第一语言是英语的。另外一部分是家长会晓讲，毋过看无，所以家长无自信。伊无甲伊确定讲，你这样是摕倒来遮有字的物件，伊听起来是台语，毋过我甲会感着。所以现场是看到做者讲，我等去问爸爸妈妈，结果爸爸妈妈会晓，毋过伊无啥敢甲我教。这是一个家长的无自信的部分。另外是伫学校的部分，咱的母语课，大家拢知影，一礼拜一节课偌久？国小40分钟，国中45分钟，其实算项拢差不多，因为国中入来了，心拢还袂定，所以嘛是认真要上课就嘛是差不多40分，还是35分左右。所以其实母语课的时间足短。你一礼拜甲一届是要安怎互伊溜会晓？另外佫一个部分就是亲像大家头拄则我讲的，可能英语对因来讲是一个升学的科目安尼，所以咱台语对因来讲是次要的科目。我会感觉，就是心态上未调整过来啦吼。另外一个是囡仔，伊其实无啥机会使用，因为伊身躯边人，大家毋是咧讲中文，就是咧讲英语。较含咧含是大人咧讲台语，是大人嘛对因拢讲中文，所以其实伊无啥使用的机会。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佫头拄则讲倒来，咱全世界的强势语言英语，所以咱大家就会想讲爱国际化，所以主流语言就是英语，所以我英语好强。咱台湾的台湾重视咱的中文，所以我中文嘛是爱好强。毋过咱台语咧，可能无啥要考会晓念讲，你会晓念会晓看安尼就会使啊。所以就是囡仔的部分，我是对这三个角度去看，讲大家面对台语的感想。所以其实囡仔接触母语的机会比咱想象的更较重要嘛，更较少。所以咱这是爱互咱有一个反思的部分安尼。下面这是我伫无共国小、国中教册的部分安尼。我嘛有伫某一间国小咧教专乐的计划，所以我伫过程中感觉，因自印尼的囡仔学的物件，其实到国中的，甚至佫对因袂着。对，所以这嘛是我嘛拢甲因全部夹做伙，我伫每一个阶段嘛是拢甲因强调咱罗马字的重要性。所以这是我的发现，就是囡仔。家庭佮有环境欠一项拢袂使，对。所以咱对囡仔这个部分来看，囡仔是透过啥物？透过模仿，透过游戏，因的学习力佮足强诶。就若像咱伫白话字的营队共款，就算讲伊袂啥晓讲，过去无啥经验，毋过伊伫遐2工的时间，浸伫遐全台语的环境内底，2工安尼落来，伊就会使认捌白话字。认捌遮对伊来讲是符合的物件，毋过就会使吸收入去啊。另外就是伊会使用台语来互动。第二个就是家庭这个其实我真诶可爱，甲伊话佫较大才对。家庭其实是支持囡仔行向倒一个方向的一个上主要迄支手。伊是支持伊对家庭伊对囡仔是一种支持，是一种陪伴，互囡仔知影讲，我讲台语也无输人啊。也是我讲毋对，我即个甲调过来就好，伫厝里毋免惊讲毋对啊，调一个就好啊。佫有家庭对囡仔影响力上大，因为我讲故事的对象大多数是国小啦，国小以下到学龄前到国小，所以多数拢是伫家庭的生活的时间是占较大多数的。
对，所以我认为家庭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影响力是爱上大的。另外，这就是我举一个例，就是你讲教会我看到，搁有伫图书馆看到，这家长伊陪囡仔咧学台语，伊学到更加深刻，对因来讲是捡倒来过去的记忆安尼。伊安尼有安尼知识，有安尼意识了，伊去影响伊的囡仔，伊的囡仔自然对台语就有较正确的认知，伊的心嘛袂讲就是摆脱安尼啦。另外一个就是语言环境，咱的语言环境需要啥物？听会到，用会到，你会有用到的机会，佮有大量练习的机会。你安尼，这个语言就会使刻伫你的心，刻伫你的骨内底啊，吼，血内底，你的DNA 内底，你咧讲的时候，你咧思考，你自然就是用这种语言。所以讲，有的人较早毋是讲要学英语，你等出国外就会晓啊，对无？你去国外点一两冬。你英语就写叫，对，伊就是进入迄个环境，用会到，听会到，大量练习的机会。所以伫我看到是伫咱邦岭的台语学校内底，囡仔受到迄个环境的影响，随便受到，随便咱内底嘛是爱对抗迄个强势语言的影响。问题是伫迄个环境内底，囡仔是相对接触台语的机会较济啦，来使用台语的机会较济吼。较袂像一般教会内，一般国中小内底看到吼，囡仔其实台语才是迄个最弱势吼，完全拼袂过的部分。所以咱若即三个部分，囡仔、家庭佮有语言环境，咱三个部分甲夹做伙咧，咱会使成做一个支持囡仔教台语刻伫伊心内的一个力量啦。就亲像台语囡仔讲，即个家庭拢是最有意识的。因会使理解到咱的母语的重要性，所以互囡仔会使自在使用台语，互囡仔受到家庭佮环境的支持。所以我认为母语是伫关系佮有生活中生出来的。伫我广告词的现场，我看到的是真明显的是家长的语言断层，因听有话毋敢讲，话会晓讲，袂晓读，看无。所以我看到的是，其实家长嘛是最需要陪伴的。广告词当时其实是咧陪家长咧甲台语捡倒来啦，毋但是对囡仔讲尔。下面即个是我的风格，佮有本意就是我广告词的原则。对我来讲我会甲场用甲做闹热，毋过我互动毋是为着要场闹热尔，其实我是要互迄个囡仔的心泡开啊。囡仔当时还有时阵甲避暑爱伫边仔观察足久的所以你爱互伊的心泡开，要安怎泡开？你就是用耍，含伊博感情，这个过程中，咱若互伊心泡开，就使建立伊的安全感，建立伊愿意参与，建立伊讲台语的成功的经验。所以伫我广告词的过程中，其实我上定做的就是我经深色的绘本。优美的绘本我会透过游戏，透过互动我伫过程中，我会欣赏每一个囡仔的创作力。每一本绘本，迄画无字的囡仔看着拢无共，含我想的嘛拢无共。因讲的敢毋对？对，每一个人讲的拢对，因为每一个人拢是主观的感受，所以我拢欣赏因每一个人的无共的想象力。搁有我作家的创作，迄个参与感。囡仔你就是爱加参与，加参与是啥物 output 伊会使有听有讲，安尼才是一个正面的循环我另外，恁若即个活动是互伊充满笑声，伊对即个活动敢会印象深刻？伊后摆佫会想要来无？伊会足想要佫来伊会记即个老师足好耍，即个老师讲的绘本足好听，足深刻。就算讲我讲的绘本无一定逐摆拢足深刻，有一寡是爱思考的，会使讨论的。毋过透过趣味的透过趣味的游戏。大家伫迄个过程中，伊会对即个活动佫较有印象，佫较愿意加入安尼。所以比起教育，其实我佫较注意囡仔到底有享受伫即个活动中无？伊敢有因为安尼，算落来佫较愿意学台语？敢有介意台语？迄话你听安尼讲，伊会晓听，问题是你甲伊讲。我不要，我就甲伊问讲，为什么你不要？是有人会甲你罚钱，还是有人甲你处罚着？伊就讲我不要，那个是阿嬷在讲的。我就会想讲我敢阿嬷，等等的所以我现场拢会当着即款的囡仔伊其实对台语
上起初伊可能是有一个排斥的心，也是伊听无伊就会感觉愈无想要去学，所以我透过遮侪活动的铺排啊，遮侪我过程中手工的，互伊印出。其实我每一个圈子拢是希望因更加拍开心，更加愿意耳仔用耳仔来听，就算讲伊心也未完全拍开，毋敢讲，毋过伊至少耳仔有咧听，有吸收，我就望伊有一天会使 output 出来。所以对我来讲，母语甲土地，其实母语对我来讲，就是亲像人甲土地的阶段。就算讲有的人一定淡薄仔袂记啊，也是有的人一定袂记得啊。毋过咱犹原是这片土地滋养大汉的囡仔，对，这嘛是支持我想要做台语教育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我想去这片土地互我的遮济，我会使为因做啥物？好，一个无说字，我哪像讲上紧，头前用枪的，足惊袂赴，对，无说字量伤早，好，所以不要紧。结果是。台语对我来讲，毋是语言，毋但是语言，伊是陪伴。我是希望伊和我，伊听我讲故事的过程中，人讲伊大汉的时阵，伊会使回想起来啊，过去我囡仔的时阵，有一个人愿意用台语陪我耍，伊用台语讲心事的故事，互我听。伫伊的成长的过程中，会互我知影，土地语言足重视呢，我应该重视，伊是陪伴我大汉的一个语言。母语毋但是迄个课本内底，只是伊更加是人甲土地的连接。好，以上歹势，我头前常常紧，敢有听无诶？欢迎提问。对，头前的部分敢有无解理解的部分？对，有一个我惊讲上紧，我就像比如讲这，我就无讲，我想讲互大家家己看咧，歹势。感谢庆子的分享。安尼，咱庆子敢有留时间要互大家 Q&A？ 有，欢迎。好，安尼大家咱会当举手啊，咱轮流。你的迄个荧幕的下底有一支手，电子手。你若有问题想要问庆子的，当试迄粒电子手吼，啊，咱就大家随个来问庆子问题。请问我敢要停止分享，还是照常安尼就会使？照常安尼就会使啊。好，多谢。毋知影大家对有玉金，无要紧。我是玉金，安尼敢听会着我声？听诶，有吼，好，大家平安，同志平安，嘿，我常常有对恁的面册咧看有啥物活动，就会尽量替恁分享，因为我知影恁就是做支持做坚持咧做替这我的吹煞广告台语文的这个时间目标是希望讲，就是像这款较会当互囡仔感觉有趣味的活动经过这款活动来因就会对台语对这个语言较有感情安尼嘿，就真多谢恁伫替这我安尼遐尼拍拼嘿嘿是我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家己嘛有伫线顶伫美国这边伫线顶教囡仔的台语安尼有咧想讲，其实因为我嘛有拄着一个状况，就是我感觉真侪家长其实因嘛是对囡仔在学，嘿所摆就有咧想讲安怎用，因为我感觉若是要做这款亲子活动，就是可能毋若是广告互囡仔听，就是有一款活动是家长因嘛会当对咧学习是因会当甲囡仔同齐做活动的。这款活动可能伫现场较好做，就是我若是线顶要开亲子学习的课，我感觉迄个效果就是可能爱伫现场会搁较好。嘿我毋知影讲你敢捌做过这款活动若是有你安怎做还是讲若毋捌做过，未来敢有考虑讲，因为你可能嘛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其实真侪家长因家己无学过白话字无可能嘛无迄个环境，恁细汉时嘛无迄个环境，还是讲就是像你讲的，对囡仔豆学转来安尼敢有想讲未来有可能会安尼做安尼嘿，亲子活动嘿对，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我先留一寡时间互其他的朋友看，敢有其他的问题安尼。多谢。好，安尼我先来回答。
针对亲子活动这个部分，我过去的做法是，我家拆开，就是我会办一场是对家长的，我会先互家长理解讲，比如讲我伫职工的部分，我就有先事先先做一个类似意识培育的课，我要互因有意识讲，为什么要来学台语？啊，台语敢有较输人无啊？你学台语趁英语呢？对无？英语足强啊，对啊，你台语佮英语做伙强敢毋好？对啊，咱小少做伙强敢毋好？对无？对，所以我迄当时和我的同工做伙讨论了后，阮是决定讲是针对家长的部分，我嘛是需要做一个宣导。另外一部分就是伫现场，阮若是有带迄个大人囡仔，因为我当着的囡仔，若是有家长参与的，拢是足细汉的。对，所以过程中其实我毋知咧，我伫遐个过程中足简单的语术对因来讲，就是哪像当头摆学着迄种感觉，也是哦，足久我足细汉的时阵听过，真久拢无听人讲，我想讲干嘛呢？所以若是伫迄个场所的时阵，其实我若是有机会，就像我头拄则有讲着，其实讲故事是咧和因交流，啊，毋过交流你要有一个迄个媒材，迄个媒体啊，迄个大家拢爱有互相有认知的媒介，啊，毋过当因无即个媒介的认知的时阵，我着用金华老师迄套囡仔歌话系字母歌，我着教互因听，我甲伊讲啊，你会晓念的，其实当下足紧哦。你会晓念的，啊，你着倒出来就好啊。囡仔着会晓跑跑摸，你敢袂晓？啊，这就是倒看卖尔。啊，你搁讲到遮就变调拢毋免讲啊。所以现场我拢会一直甲因鼓励啊，诚做一个传教士安尼，台语的传教士，我是家己安尼期待啦。就是若是当着有家长袂晓，伊来甲我问的时阵，竟然我主管着一直等互伊，啊来讲来，你听看卖，啊你若想要甲台语捡倒来，你会使对遮开始，毋若是迄个活动中伊的疑问尔。啊，我是希望伊会使早一寡加死转去，我嘛毋惊你学，你就是甲伊学转去，你尽量用互伊愈厉害愈好，后摆见面你来甲我教。所以我是正面的方向去回归的安尼。所以伫亲子活动中，我其实我嘛有看到，因为像我即辈，虽讲伫足侪人眼中我做少年，其实我77年出对。伫我迄个年代是无学过台语的，所以我才会讲，我头拄则放迄个我含囡仔读《Bam and Carol》迄本故事册内底。其实我有足侪我袂晓讲啊，鲨鱼迄当时我这个袂晓讲，舒服，我感觉舒服，啊，你要安怎形容甲斗答？迄当时我阁袂晓，我嘛想无啊。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有足侪人和我共款，因是毋知影要安怎学，毋知影去倒学。啊！迄当时伊若当着我，甲我提出即个问题，我紧来就搁共款，主管紧来手机啊摕出来，我就主管等互伊。我讲紧来，我啊无你着教我面册顶顶诶，教我来嘛会使。我有啥物资源，我拢希望你知影。所以其实我看着我现场当着是有足侪家长非常惊，因着感觉足惊奇。原来咱学的这毋是啥物后来变出来的迄个妖魔鬼怪，对囡仔来讲是妖魔鬼怪，啊无对因来讲，原来咱台语有字哦，好，所以迄当时才会感觉讲，原来可会使安尼学，原来我家己自修就会晓，因为我一定会晓讲，我一定会晓听，这拢是无问题，我着纯读尔。啊，大家咧拍这罗马字到底是咧拍啥？我是要安怎读？啊，英语若袂歹，我拢家鼓励。你英语若袂歹，你台语一定袂歹，因为遮看起来拢是英语字母，你拢看阁无遐侪字，所以我一直家己加强信心，安尼灌互因信心。所以其实现场因咧。回馈拢是真好诶，啊！大家当着我的时阵拢会问讲，啊，当时要来开大人诶课，因有大人嘛做望讲有机会会使甲即个白话字传入去，所以伫我诶活动，恁会使看到我头拄则分享诶即个每一个故事现场内底，教会伊是一个因奖是有足侪人看到，咱伫教会大汉，教会咱迄个传教士传互咱诶白话字，竟然到咱诶手头放弃啊！要安怎办？袂要紧，咱有方法、有方向，会使家己找倒来。所以，这样是我嘛有接触到较侪教会，拢是真愿意去办这安尼活动，去互囡仔佮重新接触白话字。伊嘛希望咱囡仔未来会使佮听看白话字圣经，佮甲白话字学入来，安尼。希望有回归到你的你的问题啊。线顶我感觉还是较困难小看。嘿，对啊，毋过对未来还是有可能，因为像你拄则讲。会使像即款有较有意识的即部分的培养，其实是会当试看卖的。
嘿，对，多谢，看大家敢有其他的问题。我另外佮你分享一个，因为嘿我迄当时就是伫要办即个教会营队的时阵，其实我头足大啊，我想讲到底安怎讲好，这样是一直感觉讲英语最重要，英语上重要，即个家长愿意拍开心，互伊囡仔来学台语，伊愿意来支持伊的囡仔学台语，甲大家分享。阮翁有一个足智慧的讲法，伊讲你着爱用家长的想法来讲，嘿，你爱甲伊讲，你拢希望你囡仔英语好，英语一定是足好啊。咱囡仔加学一种语言，你看你中文、英语，你希望伊德语嘛，头壳会更加好。所以，我拢甲伊讲，伊就甲我建议讲，我会使对即个角度去出发。囡仔的中文一定知啊，囡仔英文佫一定足厉害啊，英文甲台语迄落。看起来差不多啊，就像我头拄则讲的，用无遐侪字母啊，毋过你念出来，佫生活中拢会使用。我头拄则有讲着，你有足侪较早过去的人，若想要互英语好，要互英语溜，就是去国外拍工，去国外读册，你的台语就会好，你的英语就会好，你进入迄个环境内底。所以咧，咱台湾咧，有啥物？你毋免出国，你就会使，你去菜市仔，你就会使学台语。你阿公阿嬷，你去菜市仔买物件，全面嘛甲伊溜落，不要紧，毋免惊。对，其实大家拢听有诶，就是你有要留无？另外就是，我就甲伊讲，即个环境你毋免减省迄个飞机票啦。你看，咱台湾，你中文足知，英语足好，你搁有即个环境，只是搁加趁一个语言起来尔，安尼敢毋好？就是用一种买菜架仓诶感觉。对，家长哪像，对咧，无想过咧，买菜架仓好哦，这搁无介困难，字母都搁无像英语遐困难，搁毋免。迄个伊比如讲母音含啥物夹做伙，你安怎念？无迄个规则啊？毋免，你看着你就家己念出来。我就讲对，就是安尼。所以一直甲伊建议，用即种可以趁着的感觉，对家长来讲，伫台湾我是安尼感觉。毋过伊伫国外来讲，我感觉你可能相对于大家英语拢足厉害啦。我是讲，我拢徛伫迄个，你希望囡仔头壳足好对无？你希望伊的头壳迄个发展迄个神经发足济对无？紧来搁加学一个，毋免开钱，搁互你趁着。所以因会感觉讲，那像真好，那像袂歹哦。对，用即个角度去讲，嘛含其他线顶的其他朋友分享，你若是台湾，你想要推广台语，毋过你当着的是迄种英语上大、英语上好的迄种人，你着用即种买菜架上，你要送人物件，台湾大家拢最爱趁着迄种感觉啦，对。所以，你若互伊有一种爽着的感觉，其实伊的心会对台语较袂歹摕。好，以上。多谢。喂。停止，咱开讲时有一个问题，开讲时的迄个梁光兄有问讲，敢捌做过线顶的教学？毋知影是针对囡仔也是大人呢？线顶的嘛，线顶目前无，大多数囡仔拢较想要看到本人。我想要望做因心中的到我50岁。你爱50岁，佮生安尼呢？我尽量。这个结落来。对，线顶的未来若是有机会，因为像我伫学校的部分，其实我嘛会使透过足侪线顶的工具，含囡仔用耍的，有一寡减轻咱备课的压力啦。你毋免做出实际教材安尼，线顶有足侪资源，咱就会使用迄耍。耍的囡仔自然对台语嘛会较无歹体，自然嘛会吸收入去安尼。好，多谢婷子。安尼，咱现场敢有朋友想要提问的？我想要请教婷子哈，迄个今年7月初8到12日，台中有一个夏季德语亲子营哈。因迄介绍是嘛是教会办的，是迄个即个活动，你敢知影？我哪像有听朋友分享着，有，我大概有影着是。我是有听着林碧彤牧师来咧鼓舞，我甲伊个送来的资料，我甲带入咱群组。太好诶，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好 ，OK， 安尼，敢有有问题，咱会当个
咱个有10分钟，欢迎问哦。这是阿秋，请阿秋讲，多谢。我拄啊听到庆姊拄啊伫讲，迄有一个囡仔讲，讲迄台语是阿嬷讲的话，迄听了正经会切一个，就是讲哇，那是伊那是会安尼迄落吼，毋知是听了正了讲迄个，我拢毋知影讲，竟然这是大人甲教，还是伊家己感受的？我嘿安尼，我这个有淡薄仔迄个听落惊惊，好，无代志，多谢。无甲阿秋分享，我伫旧年教国小的时阵，有一个囡仔，伊英语非常好，非常溜，国文毋知，我就知影英语非常溜。啊来有一届我伫迄个世界母语日的时阵，我咧甲大家讲一寡为什么咱要推广台语？为什么咱这样是鼓励你有家己族群的语言咱拢推广你家己，就是支持你去学家己的母语，就安尼。结果迄个囡仔就甲我回复讲，台语你着讲台语有语言拢有生老病死嘛吼既然拢有破病拢会死，为什么要搁甲求？我听了。我感觉比头拄只阿嬷我想讲，佮较惨你敢知？我想讲，歹势甲伊讲恁兜的人啦吼，我就讲，无，请问恁兜敢有饲猫仔狗啊？伊若破病，你敢会带伊看医生？看医生敢会互伊食药啊？你敢会甲伊讲无？你死死就好啊？所以当下我受着迄个刺激吼，其实我理解话囡仔伊咧讲遮个讲遮个话时阵，伊是无经过思考。伊无感觉伊讲出来话是足有力量的，对咱来讲，一直行伫咧推广即条路的人，即拍拼的人，就是听到迄个打击会足大。毋过你嘛会使听到，原来一寡囡仔的角度想的是安尼，因会感觉讲，既然拢要死，就互伊死，非得含伊无伫台，伊无感受着，伊无感受着，所以伫迄几节课，我着爱一直强调，母语的重要性，是咱有一工若袂记。你家己的母语的语言，你敢有归属感？等等的，其实因为迄个一定是中高年级嘛，所以多数的囡仔回归互我的是，拢是正面因突然间有一种，因为我放的，我放互因的影片有的时阵是，爱思考，无一定是拢做深识的，所以因听了话的时阵，因就会下课过来和我讨论，甚至伫中低年级，咱伫一寡像比如讲28事件等等的。我嘛是拢会甲囡仔讲了囡仔就来甲我讲，老师，我无希望迄台火车搁开转来。老师，迄台火车足恐怖，我就甲因讲对。所以咱这样是好佳在迄台火车暂时无伫遮，毋过咱若无拍拼，咱无法度搁抵抗遮尔强势的力量安尼。所以咱一定爱团结安尼。所以和阿秋分享，其实伫教育现场，我感觉囡仔真正是有足侪咱想袂到的想法。毋过我嘛是正面的肯定伊，我感觉真好，你勇敢讲出你的想法。毋过我有无共的看法，嘛请你听看卖安尼。以上。多谢阿秋的问题嘛，多谢庆姊的分享。我接落来我看是玉芳，请玉芳讲。多谢，迄个介绍，迄个我想要问讲你若是迄种伫咧吹沙台语的过程中，你若是拄着迄个挫折，也是讲迄个碰壁的时阵，互你心肝头感觉郁卒安尼，你拢安怎去排解？我安怎排解就是我会郁卒。毋过我袂放弃我的原则，就是当我有意识原来我甲我的土地这条母语的财大一定买断毋断安尼一定无离体安尼的时阵，迄当时迄个互我的感受是足深刻的，互我足插心，我感觉我哪会使袂记安尼请用我大汉的这片土地，伊请用我的祖先，请用我的士大人，互我得到我这样是会使。有遮好的资源，我会使听到安尼资讯。我竟然若搁无捡转来做，我搁无坚持伫即条路顶悬，我
要安怎对得起这片土地，所以我应该是讲，这个信念一定是当下我觉醒的时阵，就一定放伫我的心中啊。虽讲当下定定嘛是会当着崩壁，是袂强的时阵，我就是错错的。饮料甲伊加买几杯，年茶还是大腿甲伊捏落去，因为对我来讲，可能就是族群啦。当下迄个族群的花季是无好的，毋过伊袂去影响到我推广台语的动力。若是迄个族群，伊无法度接受我推广台语的即个想法，所以伊互我的花季是无好的嘛。我袂去改变伊，毋过我会先看我四周围的人加讨论看觅，安尼款的人，伊讲出安尼款的无共的意见、无共的声音，伊是对啥物款的立场出发的？因的背景，我会想要去理解讲伊的源头是啥物，所以我尽量伫饮料啉落去，大腿捏落去，心中的触感行落去了后，尽量莫互家己是停伫迄个做郁卒啦、做崩壁迄个事件当下迄个情绪啦当然嘛是会有毋过经历过了，我是会去想要理解讲，为什么有共款拢伫即片土地，共款拢是安尼接受遮侪资讯的人，为什么有的人的想法是安尼？为什么伊有无共的意见？对我感觉咱咧含人推说，其实我毋是要强碰啦，我嘛无想要含别人硬拄硬安尼，因为语言即种代志，你就若像信用共款，硬甲你讲这好，你会感觉讲我诈骗，对，所以更加好的做法是，互伊感受到，为什么这好？所以，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嘛，互伊去感受到我背后的，这个想法，佮有去我的本意是啥物？我感觉对因来讲，咱莫用迄种，就是硬拄硬迄种心出发冷静过了后，合面好好我感觉会使好好交流，去加试去讲，因为。当伫咱推广台语这条路顶悬，你若一直想讲，对，就是在推广台语。当你一直安尼想时阵，其实你若感觉讲其他所有的语言拢是为着要反对，其实咱就是哪像迄个井底迄只迄个参甲包，对。所以其实我感觉时代咧行，咱的耳仔嘛爱拍开，咱的目睭爱拍开。事实上就是大多数咱爱接受迄个环境的状况。然后去理解，然后咱去想看觅，要安怎含安尼的人共处，要安怎含伊讨论，要安怎第一是爱含伊共处嘛，互伊感受着含咱共处。其实咱推广台语有好无歹对。咱嘛毋是讲为着要反对伊对无？所以伫这个过程中，我感觉渐渐伊会使感受着咱的善意，咱就袂讲。达不时安尼，感觉做袂强安尼啦。毋过嘛是有当着迄种逐摆拢刺夹，调工要立你的线，调工要刺探你的迄种我就是较保守的心去对待安尼，因为伊一定是用攻击的心来应对我感觉伊无法度跳出伊迄个情绪，我感觉迄是可能有一个情绪伫内底，互伊去做出安尼的反应。所以我若伊当时一直甲伊硬呛的讲，无对你。支持英语安怎？你安尼袂记咱本土的紧声话，伊其实听袂入去，而且伊当然对咱推广台语讲，恁遐就是拢安尼啦，拢讲即种啦，恁遐就是拢听袂入去，除了推广台语以外的话语，所以我感觉等到伊对咱有一种刻板印象，所以我感觉是用包容、理解退一步，去看觅大环境安怎较面想办法共处安尼。你分享，希望有解说着你的问题。好，感谢。安尼，咱迄个头一趴的时间嘛差不多嘛搁提醒在座咱迄个讲师演讲的过程当中，嘛会记你甲麦克关起来吼，才袂影响到迄个声音的品质。好，安尼多谢庆子，咱是毋是咱用迄个谱声的迄个图，甲庆子拍谱多谢有恁。多谢。婉成是毋是要问问题？无我试毋着要拍谱试做迄落。试做电子手，好，无问题。安尼，咱刷落来第二趴，咱就邀请婉成来甲咱分享伊的故事，好无？好，多谢。哇，多谢庆子足精彩的分享我即马甲我的感觉用互大家看。香香侪无？
找无，无要紧，你找一个。好来啊来啊，好，伫遮。安尼你大家敢拢有看到啊？安尼哦，有才有看到。哦，有声音敢有清楚？有人的麦克无关。嘿，有人的麦克无开，迄个秋风，有一秋风敢有法度甲麦克先关掉？安尼，哦，若是听会清楚，安尼就换我来分享哦。安尼好，有安尼关掉啊！感谢你，感谢。安尼咱邀请完成，多谢。好，大家平安吼。我是婉贤今仔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就是讲英语老师正做台语囡仔教的老师。这个过程其实我是想要用广告来传承母语啦。伫咧这个过程备课，互我学到的比囡仔佫较侪。是安尼讲咧我先来自我小解一下这是我进前伫咧讲台语讲英语故事的迄个图片就是因为我本身是英语老师我平常时就是咧上迄个英语课英语课的上课的范围差不多为打出世的囡仔，若是家长愿意带因来就是打出世的囡仔，一直到差不多国中3年拢有教啦中有一段时间就是配合我的囡仔的成长过程因为恁补习班的老师定定拢是用作晚甲转去厝里我毋甘囡仔讲伫厝里等甲作晚甲看到我迄阵佫想要甲我加算卦加讲卦所以就变做作晚困的落尾我就规气讲安尼我无爱来做迄个英语老师我就开始为着囡仔的生活所以就变做讲会知影去幼稚园教迄个幼稚园囡仔英语也是讲找迄个英语绘本的课来上迄阵才开始接触英语绘本所以英语绘本来讲嘛已经讲10几档中就是这段时间就是想讲陪囡仔做伙大汉毋过除了英语绘本老师以外我嘛是长期咧做志工所以伫咧迄个图书馆南市道的图书馆几啊间图书馆拢有咧做迄个故事志工嘛是故事的活动的讲师当然今仔日会来遮分享是因为我嘛是新台语囡仔个讲师的团队目前这就是虽然已经通过新台迄个专业级的证书，也是讲今年嘛摕到迄个教育部的4万的证书毋过有时阵我感觉讲哇台语这个语言真正有够深的啦我到即马都感觉讲我学的讲无够济继续咧拍拼安尼去年加一个身份就是讲开始入去学校国校去教国校的台语课就是即摆讲的教职人员安尼教职的老师，这是我的自我小解过来咱来看觅咧好这是我的台语路讲是台语路其实是甲台语扣转来的过程啦伫咧6岁进前台语是母语我还会记得讲细汉其实拢是陪阿嬷咧看迄杨丽花歌戏暗时阿嬷就是会听迄个拿子药拿子药就会也是讲放迄个录音带拢会讲迄一寡台语的故事像迄聊天顶的故事啥物就是自细汉其实伫咧厝里全部拢是用台语来做沟通的语言安尼毋过开始去读册了后当然就是咱大家拢知影的嘛过程有一段时间无法度去讲台语无法度讲家己的母语慢慢华语甲英语就变做主要的语言，因为是迄个读册的阶段嘛因为爱考试爱找头路这个部分敢若落尾敢若会剩讲伫咧厝里会看阿公阿嬷讲台语，因为阿公阿嬷因华语袂认得迄阵舌头症嘛无像即摆阿公阿嬷遮严重所以变做讲阿公阿嬷伫咧因敢若会晓讲台语的情形以下，你若是甲因讲华语因嘛是听无的
啊，毋过爸爸妈妈迄阵都有差哦，爸爸妈妈就会感觉讲，啊，恁都拢咧读册啊，吼，啊，你讲华语会变做世上诶代志，啊，伫咧厝里渐渐啊，有一段时间嘛是变做用华语来沟通，吼。啊，伫咧为虾米遮一直写伫咧2023年咧？吼，因为迄当发生一个互我印象足深诶代志，啊，改变我诶人生啦，吼，会当安尼讲啦，吼。所以伫咧2023年进前，吼，去市仔稻村去市仔买物件，我有时阵会讲台语，尤其实住伫咧台南吼，出去也是听会着台语啦。我是感觉讲，即个部分袂像讲伫咧住伫北部啊，还是讲其他所在吼，较罕咧听着台语，较困难安尼啊，吼。毋过迄阵啊，我一直感觉讲，因为即个过程吼，其实阮伫咧学校嘛无学过台语嘛，所以即个过程我一直拢毋知影讲台语是有字诶，吼。啊，所以就感觉讲啊，着台语就是会晓听，会晓讲吼，啊，这就是叫做会晓台语安尼。啊，会含厝里诶时代吼，讲台语。啊，毋过像我迄阵有时阵听阮大家大寡会讲台语嘛，我想讲啊，含因讲台语，毋过讲了袂认得，袂认得诶情形以下，因就会感觉讲，你也是讲华语就好啊。伊会感觉讲，无要勉强我去讲台语啦。啊，毋过我就感觉做内疚诶，啊，明明因听诶是台语，啊，我嘛听有，啊是讲足久无讲诶时阵，吼，讲了煞袂认得安尼，迄就感觉做内疚诶。啊，伫咧迄个2023年诶迄个休热吼，我就是去参加一个，因为迄阵阮伫咧南市道做迄个故事诶志工啊，定定拢有演习诶活动吼，啊其实就上袂少吼，算讲家己。补充家己诶能力啊，巩固诶能力诶迄个课程啊，吼，迄阵就办一个台语诶讲员，台语故事讲员诶培训活动，吼，因为伫咧迄当啊，吼，南市道伊就有主办啦，是讲要伫咧迄个全台南市吼去办100场诶台语讲故事诶即个巡回活动，啊，就需要足侪吼讲故诶老师嘛，吼，所以就办一个培训活动，啊，就伫咧迄个培训活动诶迄天啊，就是老师有分一张迄个算讲底文，啊，伊就甲阮讲，较悬吼，恁安尼分组啊，啊，恁就是爱甲即个底文吼，用台语来讲吼，啊，譬如讲，你若是要用演的嘛是会使吼，要搬戏拢会使，啊，反正就是甲即个底文的故事讲互大家知影。啊，阮迄组就开始咧念啊，啊，讲啊，真正是久无念台语吼，虽然讲看中文。嘛是阁会当翻译啦，我是想讲，这是大部分母语人拢做会出来，就是讲看中文，你也是有法度家己讲做是台语，啊，会顺袂顺，另外一回事啦。上无你是知影安怎讲诶吼，我就咧念，啊，就念讲2023年，譬如讲是讲着即个年代诶代志吼，啊，另外一个人就讲，迄年爱念做冬吼，几啊冬诶冬安尼啦，我讲安尼嘛袂歹哦，啊，大家开始有一寡交流，啊，就拄着迄较无熟诶字啊，我想讲先写落来，吼，我就用迄个注音嘛，吼，也是讲用我知影迄个英文诶，吼，较近诶、较晏诶音，吼，我甲写落来，吼，笔注就对啊啦。结果咧笔注诶时阵，我就去影着边啊，吼，一个吼少年诶妹妹，差不多20通岁哦，讲安尼写罗马字啦，吼。啊，毋过迄写罗马字，我看讲奇怪，迄个拼音都毋是英文字呢。啊，伊就安尼写，安哪讲哪写，就甲记落来。啊，佫音佫足近呢，吼，就是算讲比我写诶注音吼，佫较活迄个咱咧讲诶口语诶迄个音。啊，我足好现诶，我讲啊，妹妹你这写诶是啥物？吼，我其实迄是阮一个志工，嘿。是阮一个志工妹妹，啊，伊就讲吼，我写的是台语字啊，这是罗马字啊，吼，我讲啊，台语有字哦，我毋知呢。啊，伊就甲我小甲我讲，台语有字，吼，有汉字，嘛有罗马字，啊，罗马字佫有分2种，吼，一个是白话字，一个是台罗拼音。我讲啊足详细，迄天真正是我。自迄天甲当，我讲印象足深诶。我讲原来台语是有字诶。啊，像讲，我若一知影台语有字，我就讲哇，安尼，我若是有机会吼，我嘛要来学
台语字啊，吼。啊嘛拄好，足拄好诶，迄当开始参加迄个培训诶活动了吼。另外一个含这无关系诶朋友哦，啊毋知是安怎，就拄好佫招我讲，新台遐有开迄个台语诶迄个罗马字诶读写班，啊你要参加无？你若有兴趣，啊无咱做伙来。我讲好啊好啊好啊。其实我迄阵嘛无清楚讲啥物台罗拼音啦、白话字是啥物啦吼，反正就是咱就做伙来参加就对啊。啊，我甲对迄个新台迄金花老师吼开始学即个罗马字吼。啊，过来学罗马字了吼，其实金花老师嘛有请迄个蒋日英老师啦吼，蒋伟文教授啊来讲课嘛吼。其实豆豆阮的迄个语言意识吼都较浅，我感觉讲这台语吼确实足重要的吼，咱的母语也甲捡转来。啊，另外就是讲吼，这白话字吼真正是无简单吼，已经用160档啊，甲呾嘛吼，160档的历史啊吼，咱若是无好好甲伊保存落去吼，以后的人就看袂到遮尔水的语言啊吼。所以自迄阵我开始参加活动啊吼，啊开始所有含台语有关系吼，我拢会想要去参加啦，因为我感觉讲，反正我即马就是爱甲台语吼尽量甲伊捡转来吼，啊所以毋管是参加啥物活动吼，我拢无讲限制我家己爱去参加啥物吼，只要是台语吼，我就去参加，因为我感觉讲总嘛是会学着物件嘛吼，啊落尾参加台语的活动了后，我开始就伫个2024年的时阵，甲家己讲，我讲安尼，我因为本来就是伫个图书馆咧讲故事嘛，我就甲家己讲，我讲我安尼一个月上无爱来吼讲一场的台语故事吼，因为迄个100场的活动，其实迄都是经费若是用了，啊，都是无啊嘛吼，所以100场的活动其实结束了后，就变做讲，你若无讲家己搁去找机会去讲，伊毋是一个吼长期的固定的活动。啊，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我上无伫个逐个月，我会当去做迄个故事志工的时间内底，我想办法讲一场台语的，吼，所以就开始讲台语歌，吼，啊，落尾参加迄个新台台语囡仔歌，啊，过来搁开始学读写，吼，因为已经知影罗马字啊嘛，吼，啊，罗马字以外，我是讲，安尼汉字其实我嘛是爱学过，因为其实迄个面册面顶啊，我有去追踪，我有去看足济面册袂种样，问题是大部分嘛有汉字的嘛，啊，我汉字迄阵嘛佫看无，我就开始参加迄台语文化班啊，吼，啊去准备认证考试，两边拢准备啊，吼，啊，就甲台语吼，当做我家己的生活语言嘛，啊，落尾佫感觉无够，吼，我感觉讲，敢若讲台语讲，敢若我也会当做一寡代志，所以落尾甲佫继续来做迄个国校的台语教职老师吼，所以过来这就一寡图片吼，就看大家做伙分享吼，这是进前吼，还未学台语进前，就是我也毋知影台语有字迄件代志进前吼，迄一般拢是伫个迄个图书馆咧讲英语故事啦，啊，大概来的人吼，其实嘛拢无一定吼，我毋知影今仔日啥物人会来吼，伊无固定。啊，毋知会来偌济人，有时阵足少的，有时阵足济吼，济敢若菜市啊，一届会较济50-60个吼，亲子嘛是拢有啊吼，啊，就是毋管是啥物人来，啊，阮就是甲伊准备好的故事，啊，讲互大家安尼，嘿，啊，过来就是这就是我讲的，迄届去参加迄个故事培训吼，啊，落尾最后一工就是爱吼准备5分钟的台语故事吼，啊，我就其实这虽然讲故事讲足济档啊吼，啊，毋过若是讲要讲台语故事吼，起哩嘛是会喘呢。我感觉讲，毋过这算讲第一届公开伫大家面头前讲台语故事啦。啊，若是要讲用台语来讲故事吼，我会记哩伫个10几档前吼，开始学迄个英语绘本的时阵啊，我嘛是专工去台北啊，找老师学啊吼。啊，迄阵我看我的朋友啊，都是拢台南去哩的，吼，阮就伫咧坐火车的时阵，就讲想讲，足无聊的呢，啊无咱来讲台语故事，吼，迄阵就甲阮
本来要去台北吼分享的英语故事吼，用台语试看卖，讲看卖。结果啊，第一届讲台语故事，一直笑。迄个笑我落尾甲想，啥怎是有啥物好笑的？啊，真正笑甲袂顶袂动哦，想讲敢有遮好笑，台语敢有遮好笑，吼。啊，毋过落尾想想诶，其实我感觉迄个笑吼，包含诶意思是讲，足久无讲台语啊。啊，有时阵有一寡话，伊迄个话本内底要讲诶物件，含咱诶生活当中咧讲诶台语，佫无啥共款，吼。啊，你要照迄个话本内底诶意思去讲台语诶时阵，吼，你会感觉讲，用着这一寡较无讲诶，吼，感觉怪怪。啊，过来就是讲，因为嘛无安尼做过嘛，吼，所以你会感觉讲，这台语感觉足趣味诶呢。其实迄个笑嘛是有趣味啦，趣味佫歹势迄种，吼两种无共款诶感觉夹做伙安尼啦，吼，嘿，对。啊，遮迄个台语诶迄个故事讲完，迄工吼，就是去你讲诶时阵啊，吼，我就感觉讲吼。无要插遐济啦，反正每一个人讲吼有无共款诶方式嘛吼，我就照我会讲。结果何老师讲吼，我演了伤超过啊，因为我就是演技可能较好啊，我较介意吼，大家感觉讲哦，我哪想就伫迄个话本内底主角啊吼，啊有啥物表情啊吼，还是啥物动作啊吼，我就会家己演出来。吼，啊，拄好看老师，伊较惯势讲，伊就是一个好好甲迄故事讲啊精彩，迄是无共款诶风格安尼啦。吼，好，啊，过来，就是来看即个开始去讲100场诶时阵吼，其实当然啦，我毋是100场拢我咧讲啦吼，我差不多就是差不多有4场啊5场安尼。啊，毋过阮这嘛是足简单诶，因为头一届做即个代志嘛吼，所以迄个。图书馆因是讲叫阮2个人一组啦，啊2个人一组吼，一个人差不多讲15分钟就会使啊，啊所以阮就准备吼一个故事，啊另外一个可能就准备一个手作吼，啊因为我厝里英文册实在是伤济啊吼，啊迄阵佫毋是足知影吼，还佫有啥物台文册台文的话本嘛吼，所以我就用我。有诶英文册吼来讲故事，讲台语故事，互大家听安尼，吼啊嘛是足深色诶啦，大家讲听甲足认真诶，吼啊这就是阮去参加金花老师诶迄个读写班诶时阵啊，罗马字诶读写班诶时阵吼，这算讲第一期初阶诶领着证书啊，大家足欢喜，啊你会当看着吼，阮内底毋是拢共即个年纪诶啦，吼，有诶嘛足少年诶啊，像内底啊，哦，迄阵佫有迄个吼，一个足少年诶妹妹吼，迄茶米吼，哦，足厉害哦，即满嘛已经足较大汉啊，啊伊毋若会晓台语，也毋会晓客语，啊伊本身爸爸嘛是越南人吼，啊，所以伊会晓足侪语言诶啦，啊，阮就想讲，哇，你看，有时阵看着这遮少年吼，啊会晓遮侪语言，我嘛是想讲。对啊，啊人这少年囡仔拢有法度安尼啊，咱嘛是吼爱对咧吼学习啊吼，袂感觉讲我因为可能伊讲年岁较大嘛无啦，40几岁嘛吼，啊我意思是讲袂感觉讲吼我已经大汉啦吼，要搁学物件是足困难诶代志，我袂安尼想啦，我是感觉讲毋知咱就去学，毋捌诶吼，咱就去找答案安尼啊，嘿，啊过来啊。除了讲故事以外吼，我嘛会参加迄个图书馆吼，算讲志工家己吼组一个囡仔剧啦吼，用台语来搬戏，互囡仔看吼。啊，这就是头一档吼，我敢看得出来我是倒一个，我是迄个大野狼。好，我就是吼家己。毋过即届就嘛算讲是头一届吼，志工用迄个，因为以前拢会搬戏，啊，毋过搬诶可能就是拢是英语诶啊，还是讲华语诶吼。啊，头一届搬迄个台语诶，算讲伫咧迄当哦，有感受着讲哦，图书馆开始重视，算讲重视即个台语吼，可能是因为国家语言发了后吼，有一寡补助啊，啥物啦吼，开始重视台语啊。啊，
嘛是安尼，算讲落尾每一档拢有100场的吼巡回台语的活动、故事活动安尼，吼，这就是头一届搬去，嘛感觉足新鲜的安尼，好，这就是吼，过两年吼开始加入迄个新台语囡仔鼓吼，伫个大树骹讲囡仔鼓，嘛感觉是含伫个图书馆讲故是无共款的感觉，头拄仔庆姊嘛有讲吼，会来这大树骹的大部分拢是台语家庭吼，伊爸母已经真有迄个语言意识啊，嘛想要因为都是母语家庭嘛吼，嘛想要用台语含囡仔做伙生活吼，所以来迄个囡仔因的台语的能力拢真好哦，有时阵讲到这个故事吼，会当讨论甲较深的，我嘛感觉讲去遐讲故事，算讲甲足欢喜的啦吼，因为你会当用搁较济语言吼去含囡仔沟通吼，毋是干那讲伫个足表面的，甲因讲这个动物叫啥物名啊，色水叫啥物色啊安尼吼，嘛是真好。好再来就是讲头拄仔开头嘛有讲着吼，落尾伫个旧年阮开始行出去吼，毋若伫个大树骹吼，开始去无共款的所在讲故啊吼，我就是去直接就是我本来伫遐讲英语故的所在吼，就是讲譬如讲永康的图书馆啊，还是讲迄南市道的新总馆啊吼，还是算讲我熟悉的我定去的所在吼，我就去问嘛，落尾有一寡场所吼，伊会感觉讲安尼真好啊，咱会当试看觅吼，来讲这个图书馆的吼，台语囡仔鼓有时阵哦，像这张相片是咧讲新奇汉友房，新奇汉友房吼，就是含我细汉的成长的过程是足相像的啊，因为我嘛是汉友房的查某囝啦吼，所以为着要准备这张新奇汉友房的鼓吼，我搁超工转去后头厝吼，甲阮母吼轻一寡药材啦吼，啥物药材啊，我就感觉讲新式的啦，可能囡仔看到会有兴趣的啦吼，像迄我边仔迄个摕一只足大只的迄个甲盖啊吼，迄就是算讲标本啊吼，甲盖搁有一寡石头啊，嘛会当食做药啊吼，反正迄工就是炸一寡吼，闻起来足香的，嘛有诶会当互你食看觅的吼，搁有一寡吼矿物啦、食物啦吼，拢会当做药啊吼，摕来互大家看。结果迄张阿母看了比囡仔搁较有兴趣，可能阿母定咧用迄个中药材啊吼，因就感觉讲竟然有看到即种物件，伊嘛想要知影这中药材安怎台语安怎讲安尼啊。阮搁想煞练习吼，就白话字的吼声调啦，是讲吼一寡字卡吼会当互因听声去拼音吼，伫咧现场就算一寡算讲拼音的游戏安尼。好过来2025年吼，这是旧年阮就是搁搬第二届的台语剧啊，第一届台语剧是改编做人迄个华语的故事，阮甲改编做台语即届毋是，即届是讲吼啥物拢是家己吼志工大家吼讨论出来吼，甲写做迄个台语的剧本开始来算讲搬去互大家看的吼，我就是迄个讨论了爱负责编剧的人吼，编剧其实这过程嘛是拄着足侪问题啦吼，譬如讲开始有志工吼会甲我讲。我看无台语文哦，你莫写迄台语的迄个剧本哦，我看无，我毋知哦。我就爱先用华语写一摆，吼，用华语写一摆了后，我爱搁用台语搁写一摆，因为其实华语讲出来的话，含台语其实是无啥共款的，吼，所以变做讲，中就是咧做翻译啦，吼，还是讲一寡吼较有台语开口的。我就去查资料嘛吼，这做足侪代志了，嘛是搁会拄着志工甲我讲，迄台语都无字，你有啥物遮麻烦？我就讲台语有字呢，阮搁参加考试呢，毋过伫咧一寡算讲母语足厉害，伊感觉讲我会晓讲会晓听就好啊。朋友伫种，因就是感觉讲台语都无字啦。像这吼，讲真诶，落尾我是感觉讲尊重就好啊吼，因为毋
毋是所有诶人拢会当含我共款。想讲毋捌我就起来，我就来学吼。我嘛是尊重大家，就是莫冤家嘛，反正大家要做伙做代志吼。你若感觉讲这你感觉你诶想法安尼，我有想要甲你沟通，若是无法度，安尼咱就尊重你诶想法，尊重我诶想法，安尼就好啊吼。嘛是佫有拄着迄种演员念咧，然后伊就无爱我写诶词啊，伊讲阮平常时伫厝里拢袂安尼讲呢。我讲毋过若是讲去，像譬如讲我落尾嘛有去参加迄广播剧嘛，广播剧毋是安尼，人写啥物剧本，阮做演员诶吼，你就是安怎念就好啊，袂拄着袂晓念诶，查字典啊，想办法啦，甲即句念互顺。毋是拄着这，因就是会讲安尼，这爱改啦，改做我定讲诶安尼，我讲较顺啦。落尾就想讲好啦。毕竟吼，咱毋是专业诶剧团，虽然我想要做较专业诶代志，毋过嘛是爱看咱大家诶想法，因为反正就是莫冤家就好啊嘛，吼，尽量就是安尼。落尾就是甲即个剧吼顺利拍出来。我就是迄个台文字典啊，就是会讲较济台文诶，算讲推广台语诶内容，互大家知影安尼。好。这头拄吼，近子嘛有讲过啊，就是吼，阮做伙去带迄个全部拢是全台语诶营队啊。我感觉这嘛是一届真好耍诶体验啦吼，因为我本身毋是基督教诶，毋过我嘛感觉讲袂歹啊，趁即个机会吼来了解即个宗教吼，也是讲读即个圣经吼，其实我嘛拢袂歹摕啦吼。就是大家伫迄几工吼，看囡仔吼安尼耍啊吼，拢用台语来分享，本来无啥会晓讲诶，落尾其实伊嘛会想要用台语讲几句啊，安尼。好，这就是顶个月伫迄个亲子馆内，佫含迄个新台大树骹无共款啦吼，大树骹是母语家庭，毋过亲子馆大部分拢是我拄好有去佚佗吼，我即个时间拄好有闲，我就报名吼，所以大部分拢是袂晓讲台语诶较济吼，嘛是。听有迄种听几啊场落来，因为阮这是登记啊，想要登记讲含迄个亲子馆、图书馆合作诶嘛，所以阮这亲子馆上无一个月去一届吼。有诶听几啊个月了后，伊就感觉讲，即个活动袂歹，我就是吼，每一届吼活动开始办诶时阵，我就出现，几届了后，就有培养一寡台语诶迄个算讲语言诶意识啦，还是讲你会较知影讲安怎用台语来。讲一寡话安尼，好，是安怎我落尾变做毋是英语老师，哪会变做台语老师吼？这就是我咧想讲吼，安尼台语足重要诶吼，我爱保护伊，我有一个使命感吼，我想讲吼，我会当做啥物吼来即个，其实我无爱讲推广还是推送啦，因为这对我来讲，这毋是推广嘛，毋是推送，我感觉这就是福尽。本来就有诶物件，我要甲找倒转来，毋是讲像讲我今仔感觉即个物件足好诶，我去推广互大家吼。我是感觉讲，我是要甲找倒来吼。所以若是有语言意识诶较醒了吼，你就会感觉讲每一个母语拢是足重要诶吼。无啥物母语是比别人诶母语较重要诶。我诶意思是讲，今仔日你诶母语若是台语，你诶台语当然我诶母语嘛是台语嘛，讲咱台语足重要诶。毋过我诶朋友若是讲伊诶母语是客语，我共款会感觉讲客语嘛足重要诶。你爱做诶代志，就是我袂逼伊去学台语，我顶多会甲讲客语足重要，你去甲客语学转来吼。也是讲伫诶迄个学校台语课诶时阵，其实是安尼吼，全班拢会来上我诶台语课，毋过内面有一部分诶囡仔，因其实是选修客语啦、原住民语，也是讲甚至越南语、泰语吼，佮有马来西亚诶语言诶吼。我就甲遐个囡仔讲吼，讲恁反正来拢来啊，罔学。毋过我是感觉讲恁诶母语嘛足重要诶，你一定爱甲学起来吼。所以我感觉即个语言意识较醒了后，我就感觉讲推算算讲福尽母语是足重要诶代志吼。我会愿意为着即项目标吼去做足侪代志诶，譬如讲拍开台语诶 WiFi。我伫咧台南出去
就是尽量就用台语讲，买物件啦，还是跟人讲话啊，譬如讲吼去上班啊，吼，虽然讲，其实我的同事嘛，拢会晓讲台语啦，吼，所以有时看到因吼，我就自然拢用台语咧讲吼，毋管去到倒位，补习班嘛共款，学校嘛共款啦，吼，甚至拄着熟悉的人，反正我出去就是拢讲台语啦，伫厝里咧，伫厝里嘛是讲台语，本来咧想法是讲，我若是甲台语扣转来，安尼我是毋是会当影响厝里的人？譬如讲，以前看大家若讲台语讲袂认同，我就改做中语啊，吼，华语啊。毋过即马是大部分我拢讲台，应该是讲我拢全台语啊。结果因落尾用华语跟我讲话呢，我想讲，安尼是毋是怪怪吼？毋过因其实就是迄个月头前的家长啦，所以我是讲嘛无勉强吼。毋过我是会尽量用台语跟你讲。厝里的情形嘛是安尼，因为我的囡仔已经大汉啦，今年高三吼，要读大学啊吼。就是我可能伤慢甲台语扣转来啊，所以伊自细汉的大汉的过程吼，对伊来讲，这个台语是妈妈的母语，毋过敢若毋是伊的母语吼。所以我落尾我有问过啊，我讲，我即摆拢跟你讲台语，啥怎你无爱跟我讲台语？伊就甲我讲，因为我的同学都讲中文啊，没有人跟我讲台语啊。我讲安尼哦，落尾我就想讲，好，无要紧，虽然我无法度成做台语家庭，毋过我逐工对阮翁阮囝，逐工对因讲台语，连听咧嘛袂歹啦。吼，所以其实因是听有我咧讲啥物诶，毋过有时阵吼，就是做惯势用华语甲我应想诶无要紧啦，吼，即种代志吼免着急啦，吼，因为你看我嘛甲2023年甲开始甲台语扣转来，吼，我相信若是过几啊年以后，无一定就是都毋是即种情形，吼。好，过来，我就是想要用我诶专长来传传母语，所以我诶专长是啥物？我会晓讲故事啊，我讲故事足好听，足精彩，安尼我是毋是用台语来讲，嘛是共款会当互佫较侪人接触台语，吼。尽量参与台语的活动啊，所以有一寡代志吼，我就讲莫想济，反正参加就对啊，吼。嘛可能是安尼啊，譬如讲平常时伫咧面册啊，是 Threads 面顶啊，我嘛做爱甲人回答问题吼，就是讲即个补性的啦，吼。人咧问啥物啊，台语安怎讲啊，我就去甲回应啊，甚至吼找迄个台语的这种查字典互看啊，啥物吼。我的想法就是讲，我尽量就是用台语来生活吼。嘛是因为安尼，我其实落尾有人问我讲，你是安怎迄个教育部的迄个高级的吼，算讲一届就考过啊。其实我嘛无把握啊，毋过想诶，可能是因为用台语来生活，所以生活当中拢已经是台语啊。我嘛无讲做认真咧读册啦。毋过平常时做诶这个代志吼，其实都有一寡帮助啊安尼。好。过来就是这个我先定甲我家己讲的吼，做别人的工课，学家己的功夫吼。今仔日毋管我是吼替大家写迄个剧本，其实写剧本，阮拢志工呢，迄无钱的呢。佫拍迄个双字幕，迄嘛拢无钱的呢。毋过无要紧，因为做别人的工课，我学着的是家己的功夫，加做我就加着吼，加学着物件安尼啦。好，过来。拄仔停止是讲你冲了伤紧，我即马是惊我讲了伤慢，备课敢有拄着问题？有呢，足侪问题呢。一开始备课，我想讲我迄个因为讲互囡仔听的绘本嘛，绘本内底吼，定拢用一寡动物来做迄个主角啊，所以拄着足侪动物名吼，我毋知要安怎讲的，安尼要安怎？对无？佫有一寡新词的讲法，讲是新词啦，嘛无遐新啦，就是讲伫我记忆当中吼，咧细汉的时阵较无讲的，迄就叫对我来讲就讲新词嘛，吼。譬如讲垃圾掩埋场，我一摆要讲迄粪扫车的代志，我讲垃圾掩埋场是安怎讲，落尾就是无确定讲我家己讲的是对啊，毋对，我就去查迄个网络的迄个影片啊，看迄个新闻的人是安怎讲查几啊种，落尾我感觉讲粪扫掩埋场安尼会使啊所以新词的讲法对我来讲嘛是一个问题。过来就是讲，
因为我讲英语故事的时阵吼，会定定教囡仔唱歌，因为囡仔就是爱叮当啊吼，因会感觉讲哦，因的气力吼有用着安尼啊吼。啊，毋过我嘛做想要伫咧讲台语歌的时阵教囡仔唱歌，啊，毋过敢若囡仔歌的迄个选择足少的吼，啊，台语的话本的选择嘛足少的，安尼是要安怎咧吼？对，啊，好，多谢玉芳吼。好，过来，咱来看觅。备课真正都互我学着比囡仔搁较济物件，因为我先学的向才会当来教因啦吼，所以我感觉讲备课吼，因为无共款的主题，无共款的话本，你会当讲的物件都无共款啊。啊，我搁无爱讲，干那讲话本内底迄句话尔吼，所以我有时阵我会含囡仔开讲啊。若要爱开讲，用台语来开讲，你就变做讲你要有足侪知识的吼，还是讲迄话要安怎讲，这都是一个问题啊。所以爱用台语来讲万项代志，这嘛是足重要的吼。啊，过来就是讲，若拄着袂晓的吼，真正一工到暗要查字典吼，做功课，啊，影片哦看过，看再看，啊，甚至笔记落来吼，我感觉这拢是足重要的啦。啊，过来就是讲，因为头拄仔讲过，迄歌伤少吼。啊，我就变做讲有一寡自编的歌啊，还是讲吼镜头仔念啊，吼，这个部分家己的能力就增加，因为我准备遮，才有法度去想要设计讲，我想要互囡仔看到的课程吼。啊，过来就是因为台文的绘本较少的时阵吼，有一寡，即摆当然嘛是愈来愈侪，咱望讲以后还佫有愈来愈侪迄个台语绘本会当互囡仔吼学嘛。啊，毋过。伫咧这进程吼，我感觉讲，因为大部分像讲迄个华语的绘本吼，咱嘛是为国外吼翻译国外迄个原文的英文绘本过来嘛，所以我想讲同款的方式，我会当用其他语言的绘本吼来转译做台语啊，讲互囡仔听吼，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变做讲我平常时会较接去做一寡算讲备课，伫咧讲一场。台语课进前，可能我前一礼拜、前2礼拜吼，头壳都已经想遮个代志啊。好，啊像这吼，这本也是顶个月打讲过吼。鸟头鸟找无路，找妈妈吼，拢是我对这个绘本家己翻译的事啦吼。啊，内底都我会想讲自编的歌曲啊，我就想讲大家拢知影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我对叫大家吼对我唱吼。啊，落尾就叫囡仔对我唱，我讲我的阿母伫倒位，请问你敢有看到伊？敢是伊？敢是伊？毋是伊，因为迄鸟头鸟一直咧找妈妈，啊，一只碰气做热心的吼，带伊去找，拢找毋着人安尼啊，吼，啊，落尾甲找着，所以我会想讲，安尼我编一个歌曲吼。会当互即个故事吼，搁较精彩。啊，囡仔可能转去，伊虽然可能台语袂晓讲，袂晓讲足侪台语的，问题是伊晓唱即条歌，安尼嘛是足成功的啦吼。过来就是吼，镜头仔念吼，即个倒手正手，其实呢，这是我找迄网络顶的吼影片，啊有看到台湾台语路协会吼，伊有一个倒手正手的镜头仔念。啊，毋过我来甲做改编啦，吼，做变做讲吼正边迄个变做猫啊，吼，这就是倒手正手，啊，毋过讲倒手的时阵吼，咱来算讲含囡仔是吼无共款的，因你念倒手，结果你爱先甲你的正手夹起来吼，安尼伊才会对你夹因的倒手吼，啊倒手正手，倒手正手，甲合做伙。好，唱伫骹正后，变啊变，变啊变，变做猫啊，喵喵喵，像安尼啦吼。啊，其实这嘛无一定啊，你要变啥物拢会使啊，吼，就是看你安怎。我是拢会看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的动物做结合啦，有时阵会变做像原本的伊是会变做动物吼，譬如讲变做蛇吼，这。咱就是拢会当做改编吼，啊，互囡仔有一个吼，算讲哪讲啊，哪对咧念啊，哪做啊，伊当伊上无，伊嫌爸爸妈妈会晓做即个镜头仔念嘛是袂歹吼，所以过来就是来讲台语囡仔教的新时代吼，其实伫咧广告现场足好耍的啦吼，啊，譬如讲
今仔这本尊嘛伫遮呢吼，迄玉凤因兜迄两个囡仔吼，台语家庭的囡仔真正，我头一摆拄着因的时阵，我讲哦，迄阵呾开始讲台语囡仔讲啦吼，所以其实台语无讲介练转。我讲哦，啥怎？迄台语家庭的囡仔台语讲甲比我较练转啦吼。啊，毋过我感觉安尼嘛真好啊吼，有时阵我佫会调工问讲。这是要安怎讲？吼，我著互因讲吼，所以嘛是讲足心实的啦吼。你会拄着一寡吼，迄囡仔哦，因敢若真正是出世著搁讲台语的感觉吼，著讲即个台语的语言吼，用甲足顺的啦吼，免安怎想吼，因著会讲出来。啊，我大概拄着迄种囡仔，我感觉讲有够赞的，真正的吼。啊，过来就是讲有迄个月头前的家长，其实因是会晓讲台语的，问题是伊带囡仔来听台语讲的时阵啊，因听有我咧讲，毋过伊后一秒伊甲囡仔讲的是中语，我想讲哪呢？迄表示伫咧厝呢，就是拢无咧含囡仔讲台语。啊，若拄着即种的啊，我有一摆我就活动结束的时候，我讲妈妈，你毋是拢会晓讲台语？啊，啥怎？你拢要含伊讲，头拄仔做手作的时候，拢含伊讲中语啊，吼华语啊。伊讲，哎哟，迄就是吼，阮含阮翁啊，伊咧做，囡仔咧做啥物无好诶代志的时阵，阮咧讲伊歹话的时阵，阮会用台语讲啊，所以这袂当先教伊啦。我讲，毋过其实吼，阮这听久嘛听有呢，吼。啊，所以其实恁安尼伫咧厝里就真好诶资源，就是讲爸爸妈妈是会晓讲台语诶。啊，恁会当吼开始教因台语，我就邀请因讲试看觅咧吼，莫甲讲即个台语当做秘密的语言吼，会当对囡仔开始讲吼。啊，安尼若正经无想要互伊听着，啊，私底下讲就好啊，无真正无伫咧囡仔头前讲因听无的语言。囡仔其实足巧的吼，有诶，我就问过迄国校的囡仔，有讲以早恁爸爸妈妈敢会做件代志，甲台语当做迄讲恁歹话的语言，大部分的人拢讲，其实因拢听有。啊，只是袂晓讲尔吼，所以这部分我会甲伊分享讲，邀请因会当用台语来甲囡仔互动吼。啊，过来就拄着迄大人比囡仔佫较爱听故事，真正是拄着足济吼。啊，其实我知影讲为虾米因会足爱听故事的吼。好，这毋是讲囡仔囡仔含大人拢爱听故事尔。我感觉大人爱听台语故，其实吼有一部分是讲连接着伊细汉的经验。有可能伊就是母语人，有可能即个台语对伊来讲就是足熟悉吼，足亲切的语言，还是足久无听人咧讲尔，所以伊今仔去听台语讲的时候，伊会感觉讲哦，那讲了我足介意的吼。啊，即个部分我就讲对啊，你看，所以咱即摆若较食含囡仔安尼讲，以后伊听到即种语言，伊就是亲切的感觉，对无？像为虾米落尾我会去学客语？其实阮兜嘛毋是客人啊，吼，母语是台语呢。为虾米我会去学客语？是因为阮爸以前吼定咧甲我讲做物价。我讲迄是虾米？迄阵我毋知影迄是客语啊，大汉了才知影。毋过其实阮爸袂晓讲客语，伊就是一两句尔啦。吼啊，毋过即摆伊无伫咧啊嘛，所以我就想讲，听到迄做物价，我就感觉讲，足亲切的呢。吼，所以我对客语有兴趣，嘛是讲，迄就是一段记忆啦。吼。好，过来，现场嘛是有拄着挑战的吼，比如讲家长惊囡仔听无，伊会直接翻译吼，啊用华语翻译，啊这个代志吼，毋若干那伫咧迄个讲台语讲的时阵会出现，其实我讲英语的时阵，英语故事的时阵嘛是共款吼，有一摆就拄着一个爸爸嘛，足认真咧看起来嘛，足重视教育的哦，啊我迄阵摕一粒苹果伫遐，啊咧都甲囡仔讲啊 ，This is an apple， 啊伊就甲我讲。你看，老师就是说那个是苹果 ，apple 就是苹果。我想讲，啊，我拢摕互因看呢，吼，啊，实在是无需要安尼讲。所以拄着即种的啊，吼，我落尾啊，我伫咧故事开始进前，我都会甲因讲吼，咱今仔日呢，吼，来听即个台语讲，有可能，因为我是全台语咧讲嘛，有可能囡仔是有听无的所在，毋过恁。真正拢免烦恼吼，你来互囡仔吼有一个药老师即马咧讲啥物吼，互伊药的能力吼啊，伊嘛毋是黑白药呢，我有迄个
绘本的图嘛，老师讲话迄个表情啊，声调啊，动作啊，其实拢会当，拢会当互囡仔去晓讲，即摆发生啥物代志，所以你毋免用华语甲伊翻译，无伊落尾伊的耳仔就无想要拍开啊，老师讲啥物就听无啊，因为我来等爸爸妈妈甲我讲，迄华语的意思就好啊，过来就是讲囡仔伊家己甲我讲，可以说中文吗？我听不懂台语呢，老师。要求我讲华语，这毋若是伫迄个台语课的时阵讲安尼迄伫迄个学校上课的时阵嘛是安尼像拄着即种的，我伫学校我就先甲伊讲我讲毋过这是台语课呢，我要讲华语可能有较困难啦因为这毋是华语的课程毋过无要紧啊，你听看觅啊，无的确你其实是听有的毋是听无的咱先听看觅，正经听无，我袂坚持用全台语，正经你听无，你甲我问你举手甲我问，我会甲你用华语佫讲一届互你听。即个部分我会甲伊讲，我会安尼甲应是因为讲，我要先互伊有一个安全感，讲老师毋是讲无要插我听无即件代志，老师是有知影伊嘛愿意伫个我听无的时阵用华语甲我讲所以有互伊安全感伊会当继续听。其实大部分我安尼讲了，其实因拢无佫举手问我讲迄是啥物意思，对。过来就是我嘛是拄着一个做古锥的啦，就是讲因为我定定伫个共一个所在嘛，譬如讲我伫个新总馆做食广告的共一个所在来听故事的人就知影讲今仔日佫拄着我讲英语的时候，我就是米雪儿老师讲台语的时候，我希元老师今仔日伊嘛毋管我讲啥物呢，伊就是惯势看到我就用英语甲我回应所以我一直看伊用台语咧讲用台语问题伊嘛听有问题是伊用英语甲我应。这我无问过因的爸爸妈妈，是毋是讲伊嘛是感觉讲英语是较重要的语言所以你用英语安尼较有路用安尼啦。毋过我拢会甲因讲其实无啥物重要甲无重要，每一种语言拢是平等的啦就是伫个无共款的情形下，你来使用使用对，会当甲人沟通，安尼就是好的语言嘛，对无？所以即个部分，伊若是一直甲我用英语应，我会问讲，安尼这台语要安怎讲我会甲这问题转去互伊像这嘛是共款这就是伫个学校上课的时阵阮咧复习因就是做爱用因知影讲我嘛是英语老师嘛因就做爱用英语甲我应我就讲好无即摆安尼咱来算游戏嘛我讲台语，你讲英语，好不好我讲医生，你讲 doctor， 安尼我看啥物人足紧的应会出来算了因就佫讲做好算的落尾我讲好，安尼即届我讲英语，恁讲台语就是用两边去安尼算来算去了后，其实阮拢免讲华语，嘛会当甲即个想要学习的内容甲学起来安尼。好，过来广告现场的 Q&A 好，我即摆速度加紧迄定定拄着迄家长来甲我问讲我的台语无好呢，惊教毋对要安怎？其实我会甲讲我台语嘛是打扣转来无偌久尔毋过就是做伙学你莫惊讲你的台语无好，就是敢若你的英语嘛无一定讲足好毋过为虾米你会含囡仔做伙听迄个英语的故事册对无咱会当有一寡撇步啦较我分享撇步咱会当含囡仔做伙学是有开始较重要，毋免真厉害甲开始有开始你才会变厉害过来就是讲我想要开始含囡仔讲台语故事的，毋过惊伊听无伊会摆脱这就是讲着语言比例咱豆豆增加毋好讲一开始你就是要含伊讲无共款的语言伊听无伊当然会摆脱。像阮囝细汉的时阵，迄阵我嘛足着急的
我想讲啊，我就来甲伊讲英语故事好啊，吼，看伊会当安尼拢听英语故事无，吼。啊，就变做讲看中文的册摕来，平常时伊拢听迄中文的华语的故事，啊，结果雄雄有一工，毋管摕啥物册来，妈妈拢念做英语的故事，吼。啊，伊就讲讲，那呢？这毋是安尼念的呢？我有感觉伊有惊着哦。所以我落尾我咧看家长讲这个时，我来甲讲吼，咱毋好互伊惊着吼，咱来互伊豆豆啊对即个语言有兴趣。啊，台语既然伊无啥听有的时阵吼，咱就是先用中语啊，含台语吼，安尼双语来讲吼，拢无要紧。也是讲，你咧讲即个中语的故事的时阵，你先放一寡台语的吼关键词吼，啊，互伊豆豆吼。知影讲这叫做台语吼，有无同款的讲法安尼好。啊，过来就是讲，我看无台文呢，无法度念迄台文绘本啊，面顶拢是迄个罗马字啊，还是汉字啊，我也无学过读含写要安怎，要安怎学就对啊，要安怎吼？像我安尼40几岁开始学，啊，其实来听故事的爸爸妈妈拢比我少年足侪啊，20几岁、30岁，恁拢比我少年对无？咱即马开始学佫袂伤慢啦吼，所以啊，这当然也是无讲一定讲爱开始学啦吼，就是譬如讲有一寡吼来，这较外拢会伫咧撇步内底甲大家讲吼，伊佫有爸爸妈妈有讲啥物，老师讲的故事较精彩啦，啊，阮都毋知影要安怎甲故事讲了遮精彩，所以囡仔较爱听老师讲故，啊，嘛会使啊，你定定带伊来听台语囡仔故啊，啊，毋过台语囡仔故嘛毋是逐工啊，对无？所以，佫较重要的是啥物？其实爸爸妈妈，恁毋免烦恼这吼，恁的声吼，对因来讲就是上特别的吼。毋管你的台语好啊歹，其实伊上喜意听的就是爸爸妈妈讲的故事。老师讲甲佫较精彩，迄嘛是老师的故事吼。啊，伊上喜意的也是爸爸妈妈讲的故事吼。好，过来，咱来看卖咧，甲故事变精彩的撇步吼，有啥物咧？比如讲，选册是最重要的吼。我感觉讲爱选一本吼适合的册，安尼你讲起来就会加分。吼，啥物是适合的册？比如讲吼，有迄个，较多有讲过啊。我看无台文呢，要安怎讲故事啊？吼，咱会当选台文的有声的迄个绘本啊，吼，因为内底拢有音档，啊，你会当对音档吼做伙含囡仔做伙学啊，还是讲你会当去找迄个其他的语言的吼，啊，符合伊的年纪吼，伊会当理解的程度的语言的程度吼，还是讲伊会当找厝呢，伊听过有够熟啊吼。其实你免惊讲啊，这都听过啊，伊可能会无兴趣，无喏，迄是咱大人的想法，感觉听过都，譬如讲今日你若是讲听过一届这个故事，啊，有一工。这佫是共一个故事，另外你敢会带囡仔佫去听一届？大部分的家长就讲，哎哟，迄拢听过啊啦，免去啦。毋过甲你讲，囡仔喜意的都是重复，伊的一个故事吼，一听再听，听几啊届，伊拢袂烦吼。啊，像即种找伊听过，已经足熟内容的故事来，咱用台语来讲，伊就袂有迄种无法度理解的情形。伊颠倒会当豆豆听讲，台语咧讲啥物吼？所以这就是会当找伊听过的故事来讲吼，啊，上重要的是啥物？拣家己喜意的册，像讲我逐个月啊吼，咧选册的时阵啊，我一定会选吼，我家己讲起来感觉足新鲜的、足好耍啊，我家己喜意的册来讲吼，安尼咱讲故事的时阵吼，你才会专心的投入吼，你才会甲伊讲较精彩安尼。好，那过来像这头拄仔婷姊嘛有讲过吼。伫咧现场，我嘛是听足侪爸爸妈妈来讲，你有介意吗？今仔故事你有介意吗？吼，啊，我会趁机会甲因讲，我讲啊，咱台语吼，其实吼无爸嘛无妈啦，吼。譬如讲我有一届讲即本册的时，我就讲你要上车吗？啊，咱若要讲吼，就讲你要上车吗？吼，咱袂安尼讲吼，咱会当换一个方式来讲，比如讲。你敢要上车？你要上车无？你要去？啊，咱若是甲即个问句的吼句型吼学起来，咱连讲含囡仔互动的时阵，会佫较伊会开口吼，啊，含伊讲了吼，
句来因就会晓用即种问句来问咱啊吼。好，过来是备课的工具册吼，这工具册其实这就是吼，我咧找动物的名，要安怎讲的时阵吼，会去找啦。譬如讲，还佫有讲一寡含囡仔咧讲话的时阵吼，较适合囡仔的一寡认知的册吼。这大部分吼，图书馆嘛拢借会着，也是讲外口拢买会着吼。我感觉因互我足大的帮助是讲吼，我也毋知影一寡吼，要安怎含囡仔去讲啊。譬如讲，有一摆我要讲迄个公园的游乐设施，啊，迄个溜滑梯，我就是讲溜滑梯是啥物？吼啊，落尾我就去查看影片，啊嘛查迄个册啊，啊我跟人家讲哦，楚留龙，啊佫有足侪讲法的嘛吼，啊安尼其实我查我会当去含囡仔讲，其实我嘛学着啊吼。过来好，过来就是讲安怎含囡仔讲故会佫较精彩，其实咱就是爱看这吼写真啊吼，咱有无共款的情绪啊，伫迄个讲话的时阵吼，会当甲表现出来吼，也是讲你的表情哦，惊快乐你袂当忧头甲面啊，啊若足欢喜的你袂当安怎足受气的款啊，你著爱互伊知影讲，为你的面著知影即个歹势。我即个拢特别无电啊吼，这我可能爱先倒电一下。好，来安尼。我继续讲回吼，因为其实咱时间嘛差不多啊吼，歹势。好，来啊，迄个表情含手势吼，嘛是足重要的吼。你爱互囡仔一看就知影讲你是咧讲啥物，啊，伊如何理解的时阵吼，伊就会当对咱讲的故事继续落去吼。啊，音量的大细声有时阵吼，在制造一寡紧张的气氛的时阵，咱嘛会当讲较细声咧。啊，是讲哦，要互因惊一跳的时阵，咱会讲哇，用足大声，吼，互因去感觉讲哦，迄现场迄种感觉是无共款的，吼。啊，艺术的紧慢嘛是有差，啊，抑佫有就是吼，动物吼有足侪拟声词吼。啊，譬如讲，猫啊，咱就喵喵，吼。啊，要讲话进前，咱也是讲先安尼喵，我是一只猫啊，伊就知影这是猫仔咧讲话对无？啊，你会讲哦。啊，这听起来，迄声较低吼，你就知影是较大只的动物吼。哦，你好，我是一只大熊。哈，像安尼，咱互伊一寡无共款的角色吼，迄个声啊来讲即个故事的时阵，伊就感觉讲，哦，我听会出来是倒一种角色咧讲话安尼。好，啊，过来，这嘛是互大家看吼。就是平常时吼，我拢会家己做即种声情的练习啦。譬如讲，要讲一句话，讲今仔日哪会遮好运吼，这是一本册吼，迄个一本册的册名啦。啊，咱若是讲吼，用无共款的方式来讲吼，譬如讲，若用迄个伤心的方式吼，譬如讲，我讲定定咧想一个情景啦吼，用若用伤心的感觉来讲，悲伤的情绪，你讲。今仔日哪会遮好运啊？可能打着屎啊啥吼，还是讲你要讲啥物吼？迄个大野狼的声吼，啊，你著爱先安怎？先叫一下啊！啊，今仔日遮好运啊！啊，有时阵我会调工吼，用迄个吼手势的声吼，反正动物吼，伫迄个因。算讲囡仔的话本内底实在是太济咧，所以你爱去变无共款的吼动物的声吼，啊，手势就是慢甲可能讲了拢已经下课啊安尼啊吼，啊，所以这嘛是互大家一种参考啦，就是讲爸爸妈妈若是要含囡仔讲话本啊，还是讲吼老师想要讲故互囡仔听，拢会当先甲这个吼声情吼练习一下安尼。好，过来，好。落尾，这是吼咱来讲亲子之间的吼，要做伙读故事的时阵吼，一寡媒介就是讲会当尽量鼓励囡仔来表达啦吼。伊的表达其实足重要的，因为伊咧讲的时阵，伊咧组织伊头壳内底的想法嘛。啊，你尽量鼓励吼，啊，莫去甲伊算讲莫甲拍枪啦，莫讲啊，你讲毋对啊吼，这毋对啦，迄毋是安尼啦吼，莫，咱尽量甲鼓励。就算伊讲的毋是咱要爱的，
也是讲伊讲的其实是毋对的，迄拢无要紧吼，因为咱会当算讲会当甲引出嘛吼，所以你等伊讲出来了后，咱去回应伊的话吼，啊，搁摕一寡问题来问伊吼，啊，互伊去思考讲安尼会安怎吼？若是你会安怎做咧？吼，啊，会当吼引出伊去看遐图，因为其实迄文字对囡仔来讲暂时是无啥物意义的吼，因为还袂读册的时阵吼，看无遐个字，啊，毋过伊会当读遐个图吼，啊，搁有你若是讲伊无法度甲迄个话用全台语讲出来，迄嘛无要紧，伊会当先用华语，也是讲用英语，反正看伊惯势的语言是啥物，伊讲出来，也是讲干那讲一寡关键的字词吼，无要紧，咱会当替伊甲完整话讲出来，啊，搁请伊搁重讲一届，吼，啊，这语言比例大大增加了吼，伊搁会愈讲愈有信心，愈讲愈好安尼。好，搁来就是 Q&A 好，毋知大家有啥物问题想要问我无？好，感谢阮神精彩的分享吼。安尼，咱现场敢有迄个朋友要来发问的，咱收一个问题，安尼好不好？因为咱时间已经到啊，真歹势，真歹势，都精彩，都精彩。嘿，这是玉峰，请讲。我感觉伊原仔老师你讲话的迄个节奏紧慢做适合的。你咧讲话迄个感觉互就是会互人想要偷偷去听，啊，袂在心内袂做着急的，也是讲你的情绪会做平缓的安尼。啊，就是袂足紧张，也是讲有压力安尼。我想要请教你，即个讲话迄个节奏，你是有经过训练，还是讲有经过思考，还是讲你本身自细汉到大你讲话迄种方式，就拢是安尼。我想要甲你请教这个问题。这足歹讲的呢。嘿，其实我讲话足紧的，吼，啊，毋过有时阵就变做讲讲伤紧的时阵啊，我有时阵会定定烦恼讲吼，听众是听有啊听无吼，所以变做讲落尾若是要讲一寡代志的时阵，我先提醒家己讲，你慢慢啊讲就好，吼，毋好讲了伤紧，因为讲伤紧，较外人听无清楚，吼，无法度理解你的想法，废去啦，吼，所以我其实会调工甲家己提醒讲，爱讲较慢的，嘿，所以啊无平常时讲话是足紧的。好，你毋知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无？有吼。我大概了解了，多谢。好，多谢玉峰。了解，好，安尼多谢咱所有的贵宾啊，佮有咱迄个阮神甲庆子的迄个分享吼。安尼时间上尾，我想要用30秒的时间，咱邀请大家用迄个下骹迄个普仔声，甲阮神哥拍一摆普仔，好无？多谢，好。多谢。啊，上尾30秒的时间，我嘛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阮神我荧幕先切过来啊。好，多谢。就是啊，咱伫今年的7月份有一个迄个世界台语文化营吼，会办伫成功大学，大家敢有看到荧幕？好，啊，会办伫成功大学，这是第27届的世界台语文化营吼，啊有3天的时间，啊，大家会当去报名吼，伊网络报名先报先赢吼，因为伊的名额有限制，啊，有相关的资讯嘛。邀请大家当去到官方网站吼，等下我甲伊搭伫即个开讲室内底，啊，大家会当紧甲伊签落来，啊，参考看卖吼，啊，即个台语文化营3天活动拢会足精彩的。安尼，以上今仔日就是咱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嘛，真感谢咱台湾的友志，啊，佮有美国的友志，啊嘛感谢梁光兄，啊，佮有大家参与。安尼，上尾梁光兄敢有啥物要补充的？大家真感谢大家吼，安尼来。做伙来安尼参加这世界文化论坛啦吼，啊，我来介绍讲咱后礼拜的这个节目哈，咱后礼拜节目真实用啦哈，是要迄个题目是讲
要安怎吼叫 AI 来替咱做工课啊？吼，你真吼，咱会当看银幕伫遮吼，要安怎互 AI 甲你斗做工课？好，安尼咱今仔日咱就到遮结束吼。啊，若有时间来报名来参加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营吼，啊，我嘛会去伫遐啊有，若有机会大家做伙来开讲。好，感谢，感谢，今仔日多谢到大家。遮。好，感谢，感谢，再会。感谢，再会，多谢，再会。再会。再会。凯雄，今仔日感谢你哦。没，感谢你，感恩，感恩。嘿，啊，你若拄好迄个台语文化营，伫遐的时阵吼，咱请小林一个。无，我文化营我无伫遐，我拄好有另外一个。哦，OK，是啊，是啊，系啊。啊，因为即马伫迄个放领国小，啊，因拢休纸会有营队。哦，安尼哦。嘿，啊，得爱去斗3工安尼。啊，你迄伫台南边仔啦吼，你会当用通勤呢？对，伫高雄，伫北高雄路地遐。好，安尼好。嘿，是啊，是啊，是啊。好，多谢你，无咱今仔日到遮吼，较早休诶，12点嘛吼，遐迄搭，系啊系啊。我遮9点。哦，9点。比东唱剧金遐就12点嘛。哦，了解。好啊，好，安尼咱就先安尼，我先落线咯。好，再会。再会。